买3包来送1包，好，买3包来送2包，什么？来买3包，我直接送3包，買3送3，來給大家，給大家，哎，買3送3，來請你們喝，這真是很好東西。零糖、零卡、零熱量嘅台灣特產嘅茶包。台灣除了是那個水果王國之外，其實台灣的茶很厲害，尤其是阿里山紅茶哈。我們一般來講，我們的茶是做成這樣的茶包，三角立體茶包，哈，這個三角立體茶包它的成本比較貴。它可以讓茶葉更釋放出來，然後我們這個叫冠軍茶啊，對不起，好香哦。對不起，為什麼叫冠軍茶哈？我跟大家講一下，好，我們都是把它烘到乾之後，跟我們的阿里山茶葉一起去烘焙而成。你看到這個茶色很清澈，哇，它變咗好大包喎。對啊，變很大包。你泡了多久？快3個小時。快3個小時。好，然後它這個很清澈哦，為什麼？因為好的茶泡再久都是這麼的清澈，如果是不好的茶葉的話，它泡起來就是會混濁。會好混濁。佢話靚嘅茶咧，先可以浸3個鐘頭都咁靚。我們家是拉拉山的水蜜桃，拉拉山水蜜桃12個鐘頭啊，佢就將個茶葉同埋嗰個水蜜桃乾咧，就製成咗呢一個嘅茶葉。佢同平時我哋喺超市，我女都中意飲呢啲果茶嘅。佢買嗰啲細茶包咧係唔同，因為佢冇咁出嘅。但係呢一個咧，你係真係好似有啲鮮嘅水蜜桃咧，係放咗落去，跟住你飲落去當然係唔甜啦，但係佢嗰個水蜜桃香咧係好香啊，係好舒服嗰個香味。咁佢到時個包裝咧就係咁樣包裝嘅，裏面就有10個茶包，跟住有10個茶包。咁呢3個就係3個都是冠軍 top seller 啊，對，呢3個就係最多人買。不過按翻你哋嘅口味，因為佢8款口味咧，我相信如果我飲咗佢呢個茶咧咁好味咧，應該佢8個茶你按翻自己個口味咧，應該都係好好味。